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收看客家名录学院，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涂世忠阿忠哥。今日要大家收看的主题是美食篇，就是美食。讲到美食，大家係咪口冷水會跌下來了？今日一節課會分作3個部分，用短劇讓大家收看客家美食、肉、菜和個食材樣板型料理。人講啊，食飯放地態。人冇可能完全唔識東西，但係生嘅東西樣板型變做一出菜咧，韓國客家菜地圖要用到哪道料理嘅方式。第一節課程地圖啊，阿蘭妹韓國阿強因為社團活動正開始，此等做客家菜，唔過到底佢兩啥做會出來冇啊？共下來看一下，佢哋發生哪道神奇嘅事情了。下禮拜社團課啊，每3年會帶向客家料理，跟人都準備乜嘅？我係冇乜嘅想法呢，可能等一下會打電話問我咩？哦，喏，我東好食菜包，我應該啊會講下料理嘅時間，自家來做。自家來做菜包，唔會自家做？會哦，我當接送啲熟曬，自家做簡單嘅東西來食咯。很強哦，唔會自家做料理，唔係自家好做料理哦。當然係啊，厝體呀菜包，我還會自家做菜頭擺，一條話做對10週嘅時間做得事咯。哇，從安用嘅食來，真經很強哦，唔做得搞藝冇？當然做得啦。我頭下數到亞美傳來嘅信息咧，佢要推薦人做乜嘅料理？記得傳來法版還有甜版嘅做法。來看一下佢。好啊。用到甜嘅。哦，亞美講我哋辦項細妹同學較多，故所就傳甜嘅料理。確實啦，食甜嘅東西會本人客家歡喜哦。不過也應該唔係細妹這樣做的，其實細奶咪係，像我就係啊，食甜嘅就做得當歡喜。好食乜嘅東西，老唔係細奶，還係細妹，其實冇乜嘅相關。錯啊錯啊。係有到細奶，就唔敢承認自家好食甜嘅料理。錯啦。我應該是唔會安尼啦。假使講節慶會做甜嘅料理，我做講700樣會做哦。哦，那隻簡單，我就好做那隻啦。好啦，不過因為睇起來心情美好咯。我咪頭下怪我，做嘅細妹唔會煮飯當件事。會煮飯冇，但係細奶係細妹冇相干啊。但係有興趣就好啊。唔過我對煮飯真經冇興趣啊！記得講細妹總愛會煮幾項素路菜。冇相干啦，一擺上課我做人聽書。咁請唔安慰我一下啲唔管係細妹還係細奶，都做得煮好食嘅料理。錯啊，人咪可能咩希望做嚟照顧自家啦，不過想法較傳統啲啲。我哋咧還係冇希望大家知道細妹聽錯愛。會煮飯洗衫褲。錯啦，冇一下洗衫褲對洗衫機洗啊。錯啦。係啦，跟住心情應該又較好。有啦。好啦，OK，時間都差唔多啦，冇人類意思當主。好啊，當主是米奇木好冇？我較想食板條。好，跟我有推薦一間餐廳，你叫下來去。好，來去，阿邊度？